嫦娥奔月。小朋友，你知唔知中秋節係幾時啊？就係農曆8月15呢一日。呢日仲有好多唔同嘅名，叫做中秋節、拜月節、女兒節，仲有團圓節。點解會有中秋節呢？因為8月15啱啱就係農作物收成嘅時候。古時候嘅人為咗要多謝神明嘅恩典，就會拜祭月亮、祭土地神，希望喺嚟緊嘅一年可以有好嘅收成。咁所以中秋節其實係一個豐收嘅節日嚟㗎。呢一日嘅月亮特別大，特別圓，好靚啊！所以大家就會好鍾意抬起個頭望住個天，去欣賞嗰個咁靚咁圓嘅月光光。對華人嚟講，過中秋唔淨只係食月餅、睇月亮，更加重要嘅係成家人可以團聚，一家人圍住張台食飯，一齊笑呵呵咁過節。中秋節仲有好多好玩嘅活動㗎。除咗食月餅，佢哋會猜燈謎，仲有拎住個燈籠周圍去搵朋友玩，仲有可以食好多好味嘅水果，好似有楊桃、沙田柚、芋頭、栗子、菱角、梨同埋柿子，呢啲全部都係中秋節嘅時令水果嚟㗎。講到中秋節，就唔能夠唔講下中秋節有好多好美麗嘅傳說啦。有嫦娥奔月、吳剛伐桂，仲有玉兔搗藥。當中最出名、最多人識嘅就係嫦娥奔月呢個故事。而家我就同你哋講下呢個故仔啦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天空上面突然出現咗10個太陽。太陽猛烈嘅強光，熱到河流都乾晒，田地嘅農作物全部枯死。動物同人都捱唔住，差不多到達咗無法生存落去嘅地步。啲人日日夜夜咁祈求上天去幫助佢哋。喺呢個時候，出現咗一位好犀利嘅神箭手。佢個名叫后羿，佢見到人民嘅苦難，決定要幫助大家解除呢一場災難。佢走到山之巔，拉開佢支大弓箭，咻咻咻，一支一支箭咁射出去，將太陽一個一個咁射落嚟。最後只係留低一個太陽，用嚟維持光同埋熱，咁世界就唔會完全寒冷同黑暗啦。
世界就咁樣恢復返平衡嘅狀態，河流又有水流返，田地又變返一片嘅翠綠，所有人都開心到不得了，全部嘅人都感激后羿，話佢係拯救百姓嘅大英雄。後來后羿得到一位神仙送咗俾佢一粒神奇嘅不死藥，食咗就可以長生不老。佢心諗，咁重要嘅嘢，我要同我最愛嘅妻子嫦娥一齊分享。於是就交咗粒藥俾嫦娥保管。但係冇人會估到，后羿有個徒弟馮蒙，竟然間打起壞主意。佢趁后羿出咗去，就衝入屋，要嫦娥交出仙丹。嫦娥知道佢自己根本就唔係馮蒙嘅對手，但係佢亦唔想將呢粒不死藥交俾馮蒙嚟危害人世。喺危急之際，佢當機立斷，攞出咗粒不死藥，自己一口就吞咗落去。跟住，嫦娥個身體變得好輕，好輕，慢慢就向住天空升上去，最後就飛到去月亮嗰度。當后羿返到屋企，知道呢件事後，好傷心啊！佢抬頭望住個夜空，發現月亮特別光，仲好似見到嫦娥嘅影喺入面。於是佢攞咗嫦娥最中意嘅食物同水果，去寄託自己嘅思念。當其他人知道嫦娥奔月成仙嘅消息後，都跟住一齊喺月光下供奉嫦娥，祈求平安同埋吉祥。又因為嫦娥奔月嘅日子啱啱就喺8月15，所以由嗰日開始，每年嘅呢一日，大家都會拜月、賞月，慢慢就變成咗中秋節嘅傳統啦。